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CCTV 空中剧院。今晚我们即将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为您现场直播由上海越剧院演出的纪念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专场演出的第3场越剧《西厢记》，欢迎您的收看。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2位嘉宾。这位呢是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导演孙洪江，孙导演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还有一嘉宾呢是观众朋友们非常喜爱的越剧演员，上海越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今晚这出戏的主演方亚芬。亚芬你好。你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2位嘉宾。说到《西厢记》这出戏啊，应该说也是袁雪芬老师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应该说袁老师的每一出戏都会有很多值得大家回忆的故事，那么《西厢记》这出戏也不例外。我听袁老师说是在50年代，大概是53年吧，是53年的冬天开拍的。袁老师说呢，他现在是成为经典了，也是倾注袁老师的毕生精力塑造了崔莺莺这个人物。但是他一开始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他非常反感，他也经常说，我一开始他觉得崔莺莺这个人物啊是表里不一，而且那个出尔反尔这么一个人物，他不喜欢这个人物。那么后来呢，是当初啊，有一个叫我们的华东军管会有个文艺处的一个主任叫一斌，也是他的老乡，就跟他说了，袁老师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一斌对他说，他说袁呐，他说这个戏是谁点你的名要你演，你知道吗？一国的宰相啊，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叫他演这个戏，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就是像崔莺莺这样一个人物，王师傅笔下的崔莺莺这么一个人物啊，在许多剧种当中都没有把他塑造好，你是不是可以开这个头呢，把这个人物塑造好呢？于是袁老师就接受了这个人物，接受了这个本子，并且潜心下去研究这个人物，最后这个戏成为越剧当中的一个经典剧目，也是袁老师最喜欢的人物。因为崔莺莺这个人物，他的性格，因为他的这个社会也好，他这个家庭也好，造成了他这个特殊的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对袁老师讲说，我要塑造这个性格，把它塑造好了，那非常过瘾的事情，是非常过瘾的事情。于是就是袁老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排练，他跟这个人物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比方说他要演这个戏了，他必须要革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越剧舞台上的，不管是四宫调也好，史调也好，他们我们越剧叫彩调，那种唱腔已经不够用了。像四宫腔觉得对用在崔莺莺身上太跳了，分量不够。如果是用弦下腔太沉了，用猜调腔觉得又不够满足。他为了研究崔莺莺一个上场，就一个上场的场，就跟那个张生啊赴约的那个赖婚那段唱，他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为了这段唱，实际上是没几句唱了，他就在那个花园里，当时是现在我们是法国领事馆，当时是华东什么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办公的场所，那个花园里走来走去，走了3天时间，一段唱，为了这一段唱。哎，突然想到一个用反拍起的噔滴的噔的滴的噔滴的这种感觉，就让他有一种心似小鹿撞的那个少女那种窃喜的心理，有一种又想掩饰自己那种喜悦的东西，淋漓尽致的在这段唱里面表现出来。这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对老师来说是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我感觉到这个戏的表演
是我们越剧舞台上也是很少的这种表演的细腻的程度。老师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工笔画的对人物，他就是戏。什么叫戏？戏就是演戏的戏，就是戏，就是那个非常仔细那个戏，是这么一种说法。《西厢记》这出戏呢是取材于元杂剧王实甫的杂剧，所以说这出戏曲词非常的优美，特别富有意境。用越剧来呈现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听。是的，我们这辈演员都看不到老师的演出，但是好在于老师的有一段视频保留下来了，就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就是那个《西厢记》的情心。听见好语话，我也在从日烧香的子女，故而早把香顿摆好了。莫不是不摇得宝髻玲珑，非常有诗意。就后面有一段，他不做铁骑刀枪把仗声用，他不要鸠山鹤立空。他以前学的唱的是不要鱼赛，猴子的猴了。他这个字呢是一个绞丝旁边一个绞字旁，一个反圈旁，很容易搞错。他不做铁骑刀枪把仗声用，他不要鸠山鹤立空。那以前因为老师是大师嘛，可能也很少有人给他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是80年的时候，就是进入这个《西厢记》，我的老师是吴琛老师，就是《西厢记》的导演，我等于帮他一块儿为青年演员排。但是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因为王实甫的著作里边很多字是非常冷僻的，所以我特地查了字典，突然之间发现袁老师一个字是唱错的，那个钩是绞丝旁边有个那个侯宝林的侯，实际上它是古代那种兵器上的一种饰品或者绳子，是这么一意思，不像钩山鹤立空。但是在袁老师的过去的录音里边，他始终把它唱成是侯。所以呢，当时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有点忐忑不安，我怎么跟大师说这个问题？老师能接受吗？因为他唱到现在。没想到我跟他一说以后，他非常重视。是吗？因为它是个经典剧目啊，这里边有个小的瑕疵在里边，经典剧。结果他说我明天给你回应行不行？我说行，回去查字典，查了以后第二天看见我真应该叫你老师啊。我说哎呦，愧不敢当，折杀我也。为什么呢？他说一字诗啊，我唱错这么多年，我那时候才30多岁啊，他是一个大师了。结果后来我觉得袁老师确实这个人是虚怀若谷，非常非常谦虚。从此以后我觉得他有点自责，他当时怎么会把这个字给唱错了？于是他说我错了，我不能让我的学生继续唱错下去。凡是他们有一代一代，因为有五代那个已经他是第4代，那5代那个西厢记演员，凡是排一次戏他都要声明一次，老师有个字是唱错的，你必须要改过来，你们必须要把它改过来，不能唱猴山，要唱沟山。因为你唱的对与错牵涉到将来人家学的人的对与错，你不能把我的错误一直都延续下去。可以感觉到雅芬在学戏过程当中，从袁老师身上感受到的这种用心演戏的这种准则，而且对于艺术也是追求完美。他要求非常非常严，特别是我们重新排以后啊，他特别从音色，一个人物的音色特有的音色上面来说，他要求非常高。我们那时候小嘛，主要是以模仿为主，因为刚开始学嘛，主要总会以模仿的比较多，老师非常不满意。那我想我那时候是模仿的已经蛮好嘛啊，为什么老师还不高兴？就是我在演出之前吧，首演之前，实际上老师那时候是为
胃出血很厉害，在医院里面，我去看他，他说你明天要演出了，你把那个崔莺出场的一个叫声“红娘开了酒门”那一段念给我，那我很自然的就说“红娘开了酒门”，不对，那你这个声音出来，没有一个年轻的书生，他不会吸引他，那必须要提高。我不理解，我就一遍遍的来，直到他满意为止。老师要求就说“红娘开了酒门”，要从马上就，咦，这那么美的个声音啊，从哪里来的？我要看看谁出来了，有种吸引力。所以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他都不会忽视掉。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身段表演、你的扮相、外形、形象、音乐是创作人物的一部分，你的音色也是创作人物的一部分。你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说，一直在我脑子里面印象很深。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方艳芬演西厢的时候，那个声音跟别的戏里面的声音不一样，就是要这个效果。应该说，这出《西厢记》饱含了袁老师的很深厚的感情。对对的。同时，雅芬在学演这出戏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值得回忆和记忆的故事。实际上，这出戏不仅仅是老师他对我们青年人有一种传授的东西，还更进一层，它是包含了老师一直跟我讲的，在总理的关怀下才有的这么一出戏。所以说，他对那种情感的东西啊不一样。所以他经常会饱含深情的，会说戏的时候，他经常会这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难忘。那么今天的这出《西厢记》是由4位演员同时来饰演崔莺莺。那么孙导演具体来说一下今晚的这个演员阵容。第一个崔莺莺是叫陈慧迪，是他的学生。第二个叫那个唐小玲也是他学生，也跟他学过戏，但是他同时也学吕派，也学袁派。第三个是他的师姐妹华仪清，然后最后是他演整个后半场，我是下半场。从那么闹节，小生呢是前半场是那个杨廷娜青年演员杨廷娜，是钱惠丽的学生。后半场就是钱惠丽。红娘是后半场是张咏梅，前半场是叫盛舒阳，也是个青年演员。那么崔夫人呢就是吴群，也是个青年演员演的。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因为以前张桂凤老师也是唱老生的，演的这个戏是张桂凤老师的学生演的崔夫人。所以今天的这版《西厢记》，我们不仅仅欣赏到了一出非常经典的剧目，同时也感受到了越剧的这种传承和发展。有年轻的演员和中青年的演员来共同的诠释这样一出经典的剧目，同时也让我们再一次追忆和缅怀袁雪芬老师。是的。同时，我想袁老师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会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里。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观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栏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随时登录空中剧院论坛留言，或者是给我们栏目做来信。我们将会定期抽取幸运观众赠送 CCTV 空中剧院精粹选编的 DVD 光盘。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 CCTV 空中剧院，一起欣赏纪念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专场演出的第3场越剧《西厢记》。
请先生方丈台茶。呀，那边好大的院子，不知是什么所在，一发带我在西。先生亲自，那边是去不得的。恰是为何？这里是这一个崔相国的夫人和英英小姐。崔相国家眷为何不知过意，却来包杀举子？先生据殊不知，只因相国去世，夫人和小姐负了邻居，为尊不领远去，故上不君果然是积聚事中。哦，原来是此啊！哎，夫人平日是讲严谨，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张先生，请啊，好，请。红娘，开了酒门，晓得。哎呀，财妇女眷来了，女上了多有不便。哎呀，这怎么好？啊！哎呀，张先生，跑到这里躲一躲吧。哎呀，小姐快来，小姐快来。小姐你看，那边泛紫千红，好不有趣，小姐快来。
府英英小姐，那小娘子呢？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张先生，我师傅就要回来，请先生方丈陪茶。小师傅先应一步，小生随后便到。此次先生就来。哎呀，你好啊！你曾一心参风眠，彩电下贴冰云边，鸟语万树见面殿，樱桃半残恰开颜，借我标子教育原是才女，才晚风闲，用字本见过了万千，四则半美人儿几曾见，我眼花缭乱看难言，闻铃儿飞去半空天，
小姐，你看这里的别桃花开得多鲜艳啊！我照样子去，好不好？是的。小姐，小姐，我们回去吧。门也了梨花生源，分家儿高似青天，恨天不与身方便，怎经得我一马情缘？正当他临去不那一桩，哎呀，竟烦死我！听罢这推过相思平儿传。张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请先生方丈台茶。好，小师傅，请。啊，小师傅慢走。原来是红娘子。红娘子，有什么事吗？奉老夫人之命，当庭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上？我师傅正在方上。是，也让小师傅领路。好，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张先生，请。既是这位小娘子去当庭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就请谢意一步。此次少陪了。红娘子，随我来。小娘举子身端上，见不见观音儿轻狂。方才是参风营里花件事，此今是太岳家中几日郎。他夜雨桥来往忙，聪明伶俐不情长。啥得与多金小姐同欢去，还需要殷勤问儿小妹相小娘子当天再经未来，必定从此经过，我不免在此等儿与他，与我不可。他来了。小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先生烦风。
子，该是时候英英小姐的子女红娘姐了。我便是何劳动的。小生有句话哈，管什么？言出之间不可乱发，一时生儿有理难办。请说吧。这个小生心脏民工是军贼，本官西路人士，年方23岁，正有人气的资质建设，并不曾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哦？在那红娘姐，你家英英小姐，她可常出来走么？出来便怎么样？夫人在草林边上，自家眼睛教育当。谁从山出童子辈，我早不管十中堂。先生有非亲我故，我老学学很端庄。红娘姐，非礼发言是不逊，多数人真光把礼仪忘，从今需要胡乱讲。从今以后，当问的问，不当问的就不要胡问。你要是胡问啊，待老夫身本子，你胡一上，真是个书呆子。听是怕心惆怅，一天愁锁眉渐长，小姐呀，你心中察觉老宣堂，你不给领去回头望，今生啥不和你做平头脸？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头香啊？红娘啊，你年纪小，性气刚，为什么冷若冰霜？哎呀，红娘啊，长郎失去相为忘，与小姐郎才女貌真相当。红娘啊，你不做媒，我便不把小姐想。红娘啊，你可知这相思的罪儿最难藏？斟杯茶一满身，长须短叹，抚千遍讨真璀璨。死了，我不免向后上借得伸手一见，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但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哟。相公，行动！相公，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请通，相公，天子不早为地方，赶去营里何处下？我在哪里啊？快到庙堂。你在哪里？此在船望
莫为此两相，不信万事尽。实际听法聪所言，是英英小姐没完必到花园烧香，且是今夜月半风起，他则来自，我听能看过十分清楚。耳朵听，我念着家不应，我自在台步上等我那细细真真袅袅婷婷的唧唧音梦听得旧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去城里来，一相心声。我点茶家尖儿仔细听去，呀，妙啊！比那个初见日月细真。听小姐她做个好些什么？一直想愿望无，早生天堂，儿子想愿老。喜欢心门我难讲，小姐，为什么你到了第三次相心没与我了？你后娘来替你做保吧。愿小姐早配鸳鸯配个，官司谁有上鸳鸯，宫里人儿问谁是你小姐。
问长老，其实可以老相不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我问过了，张老师本月夫是随公子生，可以老相公做好事啊！小姐，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来。什么好笑的事？前天老夫人命我出门再见的时候，碰见那时在酒门口遇见的那个秀人，她的红娘深深小娘子不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有啥？小生心中明公是君贼，本官西路人士，年方23岁，正月17日知识健身，并不能娶妻。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嘞？谁问他嘞？他们放在小姐的名字上，上出来走走嘛，被红娘好好的抢拔了一顿。啊，红娘，你不抢拔他也罢。哎呀，我不抢拔他，不知道他玩呀这些什么疯话呢？红娘，你告诉老夫人没有？红娘，我没有告诉老夫人。啊，这些小事不得老夫人说也罢。红娘理会的。哎呀，小姐你看，月到中天，这杯杯香吧。有鬼无言伤心事，心在深深一叹中。呀，小姐为何有此让看？仔细想来，小姐此态必有所过。我不免以月光欢迎为敌，高迎一见，宽他是否？月色永永夜，花影影细细沉。四后林好喷，不见月中神。23岁不生娶妻的傻姑娘，好庆幸的事啊！她领得好吗？兰桂生西梦，夫妻独芳尘，了得这么委屈吧？
闭门声，快门声要神去心，有心归路离空庭，一马青云腾对比。小姐，请为王安息去吧。长老，你也辛苦了。儿啊，谁为娘嘞？长老，他是真的做完了吗？小姐，你看他一夜都没有点过。哎呀，长老，你多做也可不好嘛。张先生，天色已明，你也该为王歇歇，老身也要别过了。怎么？天亮了？恨杀女人归去早，步履片刻把我跑，有心真是多心好，多情巧美无情难。
不能睡觉生媳妇，带领武器人马将四门团团围住，口口声声要怎么样？要将一应小计逐个压在府城。这得了，长老，这真是得了哦！夫人，可要报与小姐知道。母亲，娘啊！邻居的我你，那屋来欢郎三四围层层，也报得彩家后配的。不，像我那千金之体，怎能陷于此人？岂不是受不了安定家谱？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还要有岂肯真顾陈松于生？世间啥就等这良心。娘啊！夫人，何不问过何人等？杀于高洁，共杀一个太平之计，他之大难也为可知啊！母亲，还别有一计在此，儿有无知，啥有谁能配得上兵的？儿心愿与那英雄结为婚姻。对，谁不
不能门当户对，早晚将是血雨深深。我的儿子，自太委屈。还是上等有才能推得这边的老身做志愿，倒背长脸将小女应。他为妻老身分意，我言真听儿。还是人等听在，如今再有人能推得这病的，老夫人做事竟愿倒背上脸，将莹莹小姐与他为妻，与他为妻。一介书生怎能推得这病啊？你莫小看我书生意，我是一条病路，情乱真伪。夫人，这位先生乃是老身亲戚，他倒有退病之计呀。先生有何退病之计？方才听长老当众晓谕夫人之意，小生与还是生疏，同在危难之中，故安愿献退病之计。首先先生仁义，方才有长老言过，有才能退得这病的老身做子，愿将小女莹莹与他为妻。夫人言出之善，小生义不容辞，此次谈情宽心。长老，此次退病还要继从长老。哎呀呀，老身年迈无用，怎能退得这病啊？长老不必惊慌，去到钟楼之上，小雨出声，
就是夫人言道，小姐消了在身，逃藏功德里外，送与将军，只怕与君不利，请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30之后逃藏功德圆满，小姐还了计我，方能送与将军。那30之后又当是何呢？夫人不必着急，小生有一个有心头明确，号称花马将军，统领10万大军，征水破关。小生与他有800之交，一封书去，救兵必到。杀得怕马将军前来，何然一个生非妇？夫人但请放心。先生，请先休书过来。驷马早就写好了。小姐都看他不成，也真难为他了。此次多谢先生。可还有别的客人呐？哎呀，张先生，不听家方对情，不随人心的众生，今日一心不必看，请贵族英上上平平。像我张公也有精神哦。咦，张先生，你为我看着地上时光走来走去呀？红娘姐，小生他总少了一枚金儿，故而借着时光看看我的衣冠穿戴的精神美。他来为故意，真是个风流双定。红娘姐，你来看看我的两鬓是何啊？你讲来我的长音，算来算到牙根。去见老夫，你没开工去江南，两盘功劳是红的，先是
此小姐心中十分恩深，从此为先生胸上含。红娘，张先生来了么？张先生，快来！先生少礼，老身也予明白。不过小生真管道，现在若非张先生言语谨慎，我和将性命接续先生所问。今日两位小姐非为暴力，聊表前人，望先生莫言轻慢我。这边这派借夫人后果，事已过去，不必花扯。张先生，请坐。红娘，宽去来。张先生，请莫因自卑。张在此，不管是张公百里。红娘，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迎礼。小姐，老夫人请你出来迎礼你。哎呀！大不是张千元，他是成都谁人？太在关公，小姐不要说了，张先生等要关上了。实在下别墅长下瓦上路，委屈张生他老去说。小姐，你今日这样打扮，便当儿也显得璀璨得可了。万里红娘雪露宿，当着人心开阔。小姐，今日张生见了你，他心里不晓得要怎样快乐你。红娘难逃生，他望着相思，都为我。不为你小姐，又为哪个呢？是今老夫人把你们成就了。我说张生就是小姐你呀。红娘，难道今日之夜就算我和张生的？不就是你们家好欢颜交代酒吗？母亲啊，你也不该把两半举动一番说，生前怕就生死路，终张路月的生路。不要说了，张先生等久了。年儿望文字部，我转秋波。小生当年才是高才，他玲珑心草脚谱下多阴，如此多。见过母亲。儿啊，怕了。张先生，请常坐。不，小生理当是理，应该与夫人对坐。道不得故恭敬不知从命，请张先生常坐。是此高坐了。儿啊，请前来。
女，你俩却是同胞兄妹，一本情谊。呀，这像是进犯黑的耶！只见他目定看眼，神色惧。只见他不哼不动，低头说：“真是过节时老婆婆，亲手出妹妹背哥哥。我今儿的在呀，心儿苦，满口话儿难倾诉，上转真也模糊，恰摆着眼睛出神话。娘，冷静是张先生，儿啊，快上前与姑姑把盏。他既然咽不下这肉也进补，他起了这好事，化作了暖哭。儿啊，他与你姑姑把盏啊。张先生，请满饮慈悲。小生两盏，红娘接了杯盏，红娘，请你将小鸡抬进一杯。放在这里，小生两盏。小姐，这般要真生得了，而今烦恼万语苦，怕的是就是两真内红，我有心想把衷肠诉。真内母亲在旁边说：“长生啊，你不怨我明白，你我从此只差天涯阻。”张先生，你我既为之情，实是可惜，就请张先生满饮慈悲。嗅到他脸上笑乎乎，我知他来势惆怅，比酒多。他一封私信把这并拨，他不想人怨想什么。受尽了电言，我恐他母亲啊，你担心了虚名，你负了我好不明白的母。哎呀，爹爹呀！红娘，他好是你家小姐。是。小生做回了，告辞。且慢不够。夫人更新，
小生有句话，关什么？先生有话请讲。先生，沈飞夫为了子门，便在长征。夫人正色，不论何人能推出兵丁，就将燕燕小姐与他为妻，是有这句话吗？有啊。当此这事是在天生而成。是张先生是在修了书信，请来白马将军推洽这兵丁。先生有我命之恩，怎奈先想过才夫人请旨，进兵将位，即是小生所做。夫人理该精神献业，将燕燕小姐许与小生，我又何以兄妹相称啊？张先生，小女终身先想过才是，这是需要老身的内策陈衡。现在他有书信到来，切实寻到，他这来是叫老身何以为对哟？原来夫人是这个主意。请问夫人，要是白马将军不来，沈地府公传无力，请问小姐有时候得配于领着陈衡这个张先生，如今我情愿都已经不相随，愿你临平高门，成为良便。夫人，当着小生挺身而出，岂会拖入你的现在而来？你好小量我张公。张先生不必如此哦。张先生，你我今日之请就请先生一时心想，以便细度报答。红娘，张先生在了，快送张先生书房安息去吧。是，明日便与华生。张先生，你少喝几杯，不是好么？哎呀，红娘子呀，你也糊涂，我喝什么酒来呀？小生是件小姐之恩，非亲忘产，谁搞不得别人却瞒不过你呀？现在这一封书信本不周到，可是你家夫人堂堂一品太君，金口玉言，听取婚姻。红娘子啊，这不仅因我二人听见，两郎数不胜众，上有天下有地，不天不杀都听见的呀。事情你家夫人都算别光，怎叫小生心境急求，更无别路。哎，我不是在你红娘姐跟前辛苦事情了吗？什么话？夫人有言在先，事情反悔了。我说先生听了生气，就是我红娘听了也是为先生不平。红娘姐，既有不平之意，何以教我啊？是的，你说今日之事都是夫人所知，小姐弟弟也不心事。也罢，待红娘相过法儿，是你小姐也同行书。杀得红娘姐之此，小生生死不忘。哎呀，张先生！
情啊情，小生与你无害相识，今夜这让大哥陷在你的身上了。向外尚无声息，想必小姐还不曾来意。哎呀，玉儿啊，玉儿，你看在小生份上，不为朝夕出来吗？啊！趁醉伤心胜劝酒，两小同饮四听情。实情生于张生雅定，他在西厢月下丹青，我命小姐到花园烧香。什么？我进到花园，他还没有来呀？待我唤他一声，啊，小姐，快来！带我带起前来。莫非是他？红娘，你听这是什么香啊？红娘听不出来，小姐你是才娘。
好像是在那边。你再仔细地听啊。我去看看老夫人睡了没有。他不足提起刀枪把仗身用，他不要给山我立空，他不人高啊把风雨弄，他恰是儿女的女在小场中。他是一种海比种，都只为搅乱世风水此用。他却比中我一通，分明是把老飞过西东，关外却断肠一字隐千古，此心同心在不言中。向外时有圣旨，定是小计，待我在私谈也去。唉，昔日司马相子承担一曲，明月风秋啊！小生起过似曾相识，这是小计你要做问君，有时候比得上你呀！我今便将此曲打来。干得好啊！其实其一切，叫人听了不觉泪下。唉，夫人忘了为你挽着罢了，这是小计你呀，你却不该说谎啊！
隐形龙人通，那官人将儿追送。终极到本相儿，割断了云山，千万重只有高堂雷梦中。小姐，什么乱风，什么神通，什么高档，什么梦中，被老夫人知道，哪忘得了？你这小女子吓了我一跳。小姐不要害怕，红娘子与你做啥的呀？哎呀，完毕。啊，红娘，时回去了，我们回房去吧。小姐，那正是要追了，你知道吗？多嘴。啊，红娘，这是真的吗？是算是真的了。哎呀，红娘，你去对他说，叫他再死几天。小姐，红娘这可就去。回房去吧。小姐呀，小姐，你多留一颗不好吗？哎呀，红娘子呀，你今日别与小生为娃不好吗？张先生，红娘子，红娘子呀，小姐她夜来听经讲了些什么啊？哎呀，张先生，一曲相思弹得妙，他只因杀气心颠倒，趁着东铁郎一生死的是红娘来相小姐呀，红娘子想搞些什么？小先生，请先生再死几天啊？小姐她既有千年之心哦，红娘子呀，我这里有个金条，各位红娘子给予小姐。这我可不管，要是小姐一下子变了脸色，红娘，这是谁的言语？谁叫你拿来的？你这个小女子，尽管怎样回应？死碎了这点儿，去告诉老夫人，她不要到我个办事日。小姐她就不会是此，这是红娘子，你不肯与小生带去吗？也罢，待小生明日多做些财物，呈现红娘子。啊，我是贪到你的财物才来的吗？哼！秀才家卖弄家事，实是把我红娘多伤势。我虽是女儿家有志气，难道是贪图你财物才到此？哎呀呀呀呀，红娘子呀，小生是错了，是错了。你啥事可怜我这个傻小子，说不定我替你想法子。好，就你红娘子。哎呀，红娘子呀，你是可怜可怜我这个傻小子吧？这边才是。张先生，这上面是些什么呀？红娘子哟，先贤几句汉文句，后先无言八句诗。一人一副同心字，再现鸳鸯成双日。红娘子呀，我这个金条非同小可，我的红娘子呀，你要听我小心才呀。官家不这张子，免得你还相思。多谢红娘子，多谢红娘
前天儿山上交托给我，只是叫我怎样去教育小姐你。做什么呀？小姐，你还不曾梳洗呀？哎，夜来不正好在，身子困倦，懒得梳洗。你用过点心没耶？上礼。是小姐梳洗，带红娘到私下拿点心去。红娘，老夫人在做什么？老夫人在教婚郎读书呢。红娘，这半天不见你的婴儿，你到哪里去了？我到西厢去了。红娘去梳洗吧，带红娘到私下拿点心去。我哪有什么心情梳洗哟？你听听，丢弃了女儿的心思，小草湾生死卷，自分永死。难得抬身一声长叹息，青云分帘谁还情丝，帘中正闻常言之，恰原来一岁同长子，今日红娘她常在此，叫人他伤费心思。这世界儿定是他叫红娘拿来的。哎呀，张生啊，张生，你也太大意了！张生多情，几次事情，叫人看了不胜感慨。我要负他一心，哎呀，有空为人知晓；啥不负他，哎呀，又叫人隔谁不想。相思恨转天。
见天儿拿来戏弄于我，我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东西的？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当下你的下本。谢嘞，小姐叫我去看他，他才叫我带来的。小姐不叫我去看他，我过向他讨来吗？再说红娘又不是事，知道他里面写些什么呀？好，小姐不用闹，带红娘到老夫人跟前插水去。红娘，你到老夫人跟前插水哪一个啊？插水上身啊！哎呀，罢了，我是对着你玩的呀。哼，被老夫人知道了，怕不要当下我的下本事嘞。老夫人怪你是有我替你说话，不放肆的。哟，小姐以为儿告诉老夫人当下我的下本事，以为儿倒又替我说话了。红娘，你近来说话有法不知轻重了。我都是叫小姐弄糊涂了。红娘，过去的事啊，就不必再去提他了。啊，红娘，我还不曾问你，今早你到西厢去，那张生他到底怎么样了？我说，哎呀，你快说呀！我说，哎呀，好姐姐，你快说呀！哎呀，小姐，那张生睡得真难看，不是啥办，怕动弹。他果真凭着这副样儿，也给催我退役，与他看看真爱呀！他生什么病嘞？他这是谁也苦把家计盼，因此才非轻易放产。啥要想性命的安险，势必小姐去苦惧难。红娘，他这种胡言乱语，你下次休再向我来提。幸亏你的再问，是叫别人听见成什么话呢？小姐，你叫我去看他，我叫你去看他，这是兄妹之情，与我别异呀。小姐，张生愿意和小姐做兄妹吗？要不是老夫人许了又拿，人家管这样讲，管这样想嘛。哎，谁是我家亏不了他，他也不该如此。哎，罢了，给我3个见天儿去为着了他也就是了。哎呀！哎呀，小姐，你这是些什么来？这样不要害了他嘛！红娘，你不知道，我实不小心为着了他，以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哎呀，小姐，你这是何苦啊？红娘，你去对他说，小姐叫你去看他，这是兄妹之情，叫他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以后这般，定要告诉老夫人知道，红娘就是连你我也脱不了关系。拿去？我不拿去。快拿去！我不去。你这小女子好没有分晓！小姐，小姐，你这个心往哪里死啊？
事情怎么样了？哎，不要傻了，不记事了，不记事了。小姐恼了。小姐她怎么会恼你？一定是你红娘子不肯用心哦。是我不肯用心。哎呀，张先生，天在对上你，你那部信帖儿写得好啊，好。只愿你先生面前，真是我红娘为满。咋不愧小姐素相恋，今朝先前就办了从今儿相为早见面难，劝先生早行过，结来深山。哎呀，红娘子呀！哎呀，张先生，再也不必收受你的费出了。怕小姐活我要委屈了。红娘子，你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我有谁替小生出主意？哎呀，张先生，我管不了你们的事。红娘子呀，你不能走啊！哎呀，红娘子，红娘子呀，你不能走！红娘子，红娘子呀，你不能走啊！哎呀，张先生，为了你那部信帖儿，小姐这差那公子耽误了，你晚来甩我。为了你恩情难忘，心香儿已有摧残。哎呀，红娘子呀，你一定要替我想个法儿才是啊！小生这条性命现在你的身上了。哎呀，红娘子呀，你要取我的命啊！哎呀，张先生，经不起他变化儿多深难，好叫我做鱼做人难。我只关于他分析是什么，小姐有为人在此。那你自己拿去困吧。红娘子呀，小姐她有所到来，你何不重视？小生立该领情，既然不行，请小姐施策。张先生，你这是怎么了？红娘子呀，小姐恼我都是假的，假的？你可知这书中之意？这书中之意哦，这书中之意怎么样？书中要我今夜到花园相会。我才不信，信不信由你呀！张先生，这上面是些什么呀？这上面乃无言是诗句，但要细想下，迎风无百开，隔江花影动，你是鸟人来。哎呀，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解语我听吧。好，待我解语你听。但要细想想，小姐让我约上便去。要是今夜没有原谅你，红娘子，此乃私意，此乃私意哟。迎风无半开，小姐在开门等我。开门，隔江花影动，小姐要我跳步向去。跳下。哎，你是鸟上来，就是小生我来了张先生，真不是这样解，不是这样解。那红娘子呀，你是该怎样解呢？哎呀，张先生，真不是这样解吗？小生乃是才私密的说讲，这四句诗枉为解错嘛啊！好
一个小姐，连我红娘都瞒过了。几人间算数的瞒过语言，好小姐新年儿这样刁钻，换几时先了人喜美红娘子呀，小生乃是读书之人，怎么能挑相呢？挑东乡，与红娘两不相关，挑也与你，不挑也与你，你们的事我都不管。红娘子，红娘子，红娘子。小姐啊，小姐，我看你今夜似乎瞒得过我红娘啊！哈。今晚之事，好不叫人高兴，好不叫人高兴哦。这是小姐要我去挑相啊！小姐叫我挑相，我是非挑不可，我是非挑不可，非挑不可。要转杂子土米家，爷俩是岁北京娃，路主杀退了林驸马，一对新月映在衙门呀，黄昏绿映下。追得好快呀！小姐，你看，柿子上的乌鸦都已归叫了，池塘里的鸭子都已睡醒了。今天晚上要不要烧香啊？红娘，你看这两叶迢迢，真是烧香。
条条深处情，一枝清香到月娃。我也是，这是烧香的时日，故而早把香碗摆好了。我去换换去。哎呀，红娘姐，嘘，红娘姐，小姐她来了没有啊？我来问你，真故是小姐她要你来的吗？小生那是才师妹的说。嘘，放轻声一些，她在那边散着呢。去吧。哎，你不要从竹门进去，怕小姐疑心是我来带你的。那，哎，小姐不是叫你跳墙吗？跳吧。哎，红娘姐，哎呀，跳吧跳吧跳吧！哎，红娘姐，红娘姐。小姐，我出门来外多看过了，连一个声音子都没有。没有吗？嗯，哦。红娘神色真奇怪，莫非已将我寄官家？被母亲知道我真正好。哎呀，谁呀？小姐，是我啊！张生，是你呀！哎呀，张生，你来做什么？小生是为了小姐的大作，是呀而来。哎呀，张生，红娘她在这里呢。小姐放心，红娘姐，我在家门口已经遇见过了。可在红娘已明白。哎呀，张生，红娘她要来的呀！你快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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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吧！哎呀，红娘，红娘！哎呀，小姐，你做什么呀？啊，红娘，我方才好端端的在这里烧香，可撞一个蛇跳过墙来，你快点与我把它带了下去。花园里我有事，带红娘看看去。哎呀，蛇在哪里呀？哎呀，蛇在哪里呀？啊，小姐，我说花园里哪里我有蛇？原来是个熟人。不要胡说，蛇难道还有生的说的吗？你也认识的呀？谁呀？张生啊！不管张生李生，快点与我把他带了下去。带到哪里去？带到老夫人那里去。带到老夫人那里，岂不要坏了他的名声？啊，小姐，带红娘来替你试问吧。张生，过来。哎呀，过来呀！跪下！跪下！张生，我来问你，是谁叫你跳过墙来？跳过墙来又做什么？你谁呀？你谁呀？张生，小娘此文花莫挂，要对你10句送上话。深深的谁又害
身，谁知你撒旦天来他，黑夜里藏进人家，不当你坚定当，你是来拿。上身，你记得空生之术，必达周公之理。是谁叫你跳过墙来？跳过墙来又做什么？哎呀，你谁呀？你谁呀？红娘，哎，你还与他斗将些什么？还不与我把他逮了下去？小姐，看在红娘本上，先商量他吧。看在你的本上，先生大恩，早晚必报。此今几位兄妹似乎有生之息，实为老夫人知晓，先生何以是爱？尽看在红娘本上，先少聊他吧。少过你这一招，下次不可。起来，起来，起来呀！哎呀，秀爷，秀爷，好一个才是你的锁匠，事情总该死心塌地了吧？去吧。听说张生病重，请了太医与他调治，想是他定是为了今夜花园之事一起准备。哎呀，张生啊，张生，
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儿，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啊？你拿我太不亲，可知道我心中有多少难言我亲人抱得他垂苦在心，便是这医院抱得难完整。跟我过挂渡千场一片心。悄悄去到西厢团望张生，我方兄妹之情去团平。小姐，你到哪里去呀？放松好不门阵。去有啥意味？我看你身世空庄，像是引来不甚好噻。我去把别人寻得香香的，你再随我儿吧。哎呀，你算我做什么嘞？小姐，只要我一步出关门，你天上婴儿不离身。小姐，这不光红娘的事，都是老夫人当中我这样侍你的呀。老母亲举官的金。小妹相我只得情。小姐，你不要冤屈我红娘，红娘是觉得你的心事的。啊，小姐，你知道吗？张生的病越发厉害了。不是秦辽太医与他调治了吗？太极睡眠不静，只剩下一口气了。万岁再把家境，要放儿好子。
上好一房儿，你替我去送与张生吧。哎呀，小姐，你又来了！你哄了我红娘不要紧，那张生是再也经不起哄的了。红娘，这一房是针对他的真儿女，快拿去。我不拿去。哎呀，好姐姐，今晚绝不哄你，快拿去。我不去，快拿去。红娘，哎，啊，老夫人来了，见过母亲。儿啊，罢了。老夫人请坐。红娘，明日去探望张先生，你去了没有？红娘还不生气你，那你快去呀！啊，快去呀！是。儿啊，女儿，母亲。为娘在教你。是。张先生曾救过我家性命，如今他病在客中，我母女咋不去问于他，岂不被旁人谈论？母亲说得其是。自从你弟弟去世，我一家三口孤孤单单，寄居不动，也难怪女儿心中委屈。如今只怕你仁恩姑姑早日到来，一来可以见我母女武林百转，不领援军；那二来嘛，也好成了相国在世之愿。这真是一举两便，也了却为娘一桩心事。儿在想什么？女儿并未想什么。我儿一向孝顺，定能记得为娘之意哟。女儿理会的。天色不早，为娘也要回房从今去了。我儿早些安息。送过母亲。这真是事多情长重，爱恋不绝深哦。从来不称心，母亲啊，你将真的你恨山多做了，元帅要人，你女儿不知也不曾家人你发于风雨。想张生为张生受什么？为忠君想张生为张生的什么？亲叛逆，结相思为救他东流命，为此心也了强我在女儿心。哎呀，这谁得的这么气呢？不是等红娘回来再逐步商量吧。
要谁去了？你在家了，什么时候起来呀？傻丫头，谁下了嘛？是算天亮，再起来呀！那你怎么好去睡呀？你在家了，怎样杀死那人？什么那人？好，那你去睡吧。哎，小姐，小姐，你这是何苦啊？你把骨书生苦走路，把我红娘唱起红，你不该过问我红娘心一片，你不该七三八龙神通。啊，小姐呀，你是一为儿闹，一为儿愁，一为儿坏，一为儿空。那张生死，一半儿相思，一半儿恨，一半儿思你，一半儿疯。你明明压了张君山，为什么今晚叫他一落空？啊，小姐呀，你莫怕什么惊恐，我保过你，风不吹，草不动，全部飞身心中。凡事多与红娘在，怕什么西厢更万送。小姐，怕什么虚名？死了我红娘，你第二个人知道。小姐，带红娘来替你梳洗梳洗吧。闭上了两只眼睛，与红娘送你去，你什么都不用管了。谁叫你开药房的？没有法子呀。去吧。
人舞台，是喜是愁家不开，倘若有个好歹，我颜面是红，下得来。孤儿满嘴，做什么？老夫人问我做什么？母亲知道你每一辈姐姐到花园里去烧香，至今要问你呢。哎呀，莫非老夫人有什么西厢之事？倘若拷问起我来，又叫我怎样回答？这……红娘，哎呀，红娘啊红娘，你且不要惊慌，进去见过再说。红娘拜见老夫人。小先生万不与我跪下，母亲你怎么了？不要你管，快去家饭来。啊，老夫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呀？下去。红娘，哎，你知财吗？红娘不知财。小先生万事无财，谁叫你也不生跟万物小姐到花园里去？哎呀，红娘不曾去呀。不曾红去，娘只有不管其心，谁进来？换了进来。我命你陪小姐迎接入神，才叫你迎着她无言乱走。花江城凡雨来，凡事皆虚，免得我同家法，你小命难虑。你不生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哎呦，哎呦！夫人不要说了怪事，红娘是。你与我讲。红娘那人与小姐怎么样？也说是定了真身。你要真去做什么？我与小姐将军，你将去什么？他是哥哥领去，要到西厢去。那你们去了没有？去了。不得我的言语，你们去问我做什么？问我虽是问我，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去问我，那张生说些什么？他是主人相恩当作仇，今朝小生在半道上惜言语。以后你这以后，以后的事嘛，以后再说吧。小姐的话不夸生。他是红娘，你先走。先生，那位小姐你叫小姐转前来。你是不是先生？他一个女儿家，也不生给你叫他老汉做什么？老汉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叫他来做什
呀？以后呢？哎呀，事情到这里就完了，哪有这么许多以后啊？小的不发生。二三上来上头，早已成呀黄昏后。常言道女大不中儿，几斤牛逼可在举。夫人啊的帮手是切帮手，我把须是你切把须。已经多久了？多久了？哎呀，夫人啊，红娘不人把彩月记，月以来早已心凉相头。想不到我当相国府竟成了这样插花如吹的事情。带我把这金水拉到官府去。老夫人，你要到谁？告长生，这事怨不得长生，也愿那个不是兄弟钱，也怨不得小姐。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城之故。哎呀，老夫人，这都是你家的事，哪里怨得着我红娘啊？哈，此事倒怨谁嘞？这都怨怨哪个？这都怨你老夫人。怨我？夫人上告到官府，夫人身上现有3个不是。我还有3个不是，我问你这一夫人啊，当日君为普救时，你曾面对3把身中虚幻事，把马将军真为计先上长生一封信，好姻缘本一天配定，因你恰是一元报的灰心事。夫人啊，查到宫廷逮捕时，你言而无信，句难知。这儿你财富儿与反富儿，一类长生的西相似，才是这怨女狂主娘的变。问一故事，家不念，你不是。抬到御史问问是谁家的千金犯了事，到那时夫人终于莲花城，你将何以为得来？岂不是说了相国的家一笑凡事都要三思而行，不可操持之。此事难道罢了不成？哎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不罢也遇不得你老夫人哦。哈，
那以利之见呢？哎呀，老夫人，红娘跪举了。小姐人起来讲，多谢老夫人。老夫人，以红娘之见，倒不是杀鸡是要个人妻妹子，把小姐许上身，不是我了吗？这丫头一言当头，我心看，大家老身为了难，我只想应许了张君才，他怕一赠与我家盼，我只将张生送官去军盘。为的是相公门楣从此散，结巴倒不是全将应许张生。红娘，哎，去唤小姐来。是。小姐，快来！红娘，小姐，西厢事发了。方才老夫人拷问了红娘本身，她那挂上儿只是滴溜溜的在红娘身上当作呢。哎呀，红娘，真太委屈你了。没什么，都叫我说过去了。小姐，老夫人要把你许配张生了，快来吧。红娘，事到如今，叫我怎么好意思去见母亲呢？哎呀，小姐，你又来了，是君娘的跟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见过母亲。这都是我的孽债，我也冤在谁来哟？红娘，去把那个禽兽用还来。还哪个啊？张生张先生，快来！红娘子，可是小姐她还我啊！哟，你倒是往好的上面想。告诉你，西厢事发了，老夫人还你。小人惶恐，红娘子呀，你与我做给小儿吧。时间大了，做给不了，快来吧。哎呀，事到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去见老夫人呢？你看，先前挑上的担子又有多大，自己的担子又有多小。告诉你吧，老夫人要把小姐许配你了，叫你去见丧母娘呢。真的？哎呀，谁哄你来？快来！
老夫人。好一个保养秀才！我好一留你今日细想，你竟做出这种非礼之事，本当送你到官。如恐什么了相公家生，莫奈我就将一人许你为妻。相公慢，但愿一见，我家三思不早，把一女婿。明日你我上京赴试，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杀不得官，休要来见我母女。红娘，政府准备促销美的酒宴，明日设立场地与张先生见面。儿啊，谁为娘进去？你莫因慈悲，老身此番送你长进赴试，愿你得官回来与我儿成亲，杀不得官。要知道我家三思不早，把一女婿。长孙，你随我水中喝了这一杯吧。红娘，吩咐逃出时候，我与小姐先回去了，请张先生上马。母亲，时候过早，你们分别几句，不要误了他的营生。为娘在出场等你。把老东去燕西飞。
一层雨无消息呀，我这里侵乱有心凭虚记，你恰手金榜顾命人，死不归呀！今要怎样当今计？我当时我拉错掉了。下去，这么对，看看。